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安尼讲来，因为一边的过犯，众人拢被定罪；照样，因为一边的义行，众人也拢被称义得生命咯。因一人的背逆，众人成了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了义咯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5章18节、19节。当咱读圣经创世纪的时阵，看到始祖亚当食了善恶树顶的果子，神就命定伊死咯。伫一般人眼光，看这件代志，敢若亲像亚当所犯的罪无大，但若是详细研究圣经，咱就知影，亚当是犯了上大的罪，因为神予亚当一条命令，这条命令是上容易守的。神毋是命令伊去做啥物代志，也无叫伊做一件容易做的事，乃是叫伊毋通做啥物代志，无做甲伊有害的代志，无做甲伊上大损害的事，就是做无关系到伊生死的代志。若是甲伊有利益的代志，神无允准伊做，安尼也会当讲这个命令较歹守啦。乃是无允准伊做甲家己上大亏损的代志，搁再无一条命令比神予亚当的命令搁较容易守的咯。虽然是安尼，始祖亚当还阁是背了约，真正是显明了人的不义、人的背逆、人的无顺从。所以亚当所犯的罪比一切的罪搁较大，伊的罪就成了人类的重罪根源。伊的罪中通好产生世上一切罪，伊的罪就成做人类重罪老母，结局就是死亡。神予最后所真济命令，最后所一件也拢无违背。神最后予一个命令，叫伊为着罪人，为着修德，定立十字架顶。这个命令真正是一条又搁大又搁难守的命令。若比起着神予始祖亚当的命令，就成了困难甲容易的两个极端咯。但最后所基督却是欢喜喜来接受这个命令，并且成全了神的旨意。所以神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顺从。因安尼，主耶稣虽然担当了世间人的罪孽死咯，因着伊的顺从，伊得以对死来复活。因着伊的顺从，就消灭了死的权势。神称主耶稣做义时阵，迄个专门甲神做对敌的，每日控告人的撒旦魔鬼呢，也只好闭口不言咯。毋是撒旦自甘愿无要讲话，乃是主是完全无可指责的。因安尼，信靠主的人，得甲因主的救恩得称作义。安尼讲来，因为一边的过犯，众人拢被定罪；照样，因为一边的义行，众人也拢被称义得生命咯。因一人的背逆，众人成了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了义咯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5章18节、19节。